好啦，今仔日是七夕情人節，台中市有100年歷史的樂成宮所服侍的小月老的神像，14號就插頭，加在廟方即時發現咗出去，真緊就甲神像吹轉來，但是大月老神像的手指頭啊，所互插啊弄轉去。樂成宮的廟方人員為廟埕廣場溜出去，因為一個查甫人甲月老殿的小月老頭毛走。哦，這些這樣子。這個月14，一個查甫人來到台中市的樂成宮，伊佇咧月老殿先甲倒邊的大月老搬去正邊，所甲身邊的手指頭啊舞甲轉去，所以去頭毛小月老，民眾看到趕緊通知廟方人員。甲咱廟方的人講哦，咱廟務人員則趕緊落去調監視器，看他穿的衣服，然後馬上追出去，就追到東光園路那邊就找到人了。小月老是吹轉來遐，不過大月老的正手記載所叫用甲轉去，廟方佇咧月老殿的四周圍找到轉去的剪頭髮，趕緊請師傅修好。警察問了，他也不說，啊，你不怕被神明處罰嗎？他答不出所以然。大月老的手指頭髮修復好勢，原本廟方計劃請去2樓的月老殿，不過寶貝請示大月老，決定佇咧7夕這天，暫時放佇咧1樓大殿，和民眾拜拜求姻緣。剛好在7夕這一天，可以讓大家就是再拜到月老，也是很好的緣分。會覺得很特別，今天不用到2樓嗎？對，但是我還是有特別去2樓。廟方為着慶祝小月老吹轉來，大月老完成修好，佇咧7夕這天，甲加持規個紅線甲喜糖啊，放佇咧大殿，民眾來求姻緣，若是跋神批，就當得到有加持規個紅線甲糖啊，完成心願。